運來勇士追佢，中檔有機械騎士啊，馬林中間上緊嚟，有星火燎原啊，最出眾嘅隻魚有進退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贏得自然，走甩咗大約有3個馬位㗎啦，後邊嘅馬咧運來勇士第2位超加加追咗上去，中間就攔得準，贏馬嗰筆係贏得自然啊，跑第2名超加加，運來勇士啊似乎第3，機會高過就攔得準喎。咁仲有逆市奇巴啦，等緊入邊喎，淺藍衫咧內欄嗰邊啊，咁啊仲有星火燎原啦，後啲先有火神神樂啊，同埋超加加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贏得自然，拋離咗大約有個幾身位㗎啦，中間位置就運來勇士追佢，中檔有機械騎士啊，馬林中間上緊嚟，有星火燎原啊，最出眾嘅隻魚有進退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贏得自然，走甩咗大約有3個馬位㗎啦，後邊嘅馬咧運來勇士第2位超加加追咗上去，中間仲攔得準，贏馬嗰筆係贏得自然啊，跑第2名超加加，運來勇士啊似乎第3，機會高過就攔得準喎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都係減咗啲磅，又擺咗喺前面走，咁啊黃寶妮再喺泥地贏馬，贏得真係好自然嘅喎。第2呢就超加加追上嚟嘅，埋邊啊運來勇士第3，攔得準跑第4。黃寶妮終於同賀賢合作攜手贏馬啦，又喺泥地度開胡喎，呢匹贏得自然。超加加後上跑過第2，運來勇士第3，跑第4名呢就係蔡學嘅攔得準啊！好似好難追咁喎，咁當然啦，我贏到自然咪就係冇馬燒佢咯，梁區好有咁厚都有嘅。又係食多，幫燒啲嘢玩啦，千祈唔好食多。第4嗰隻難搞咯，得準啦。7號翻到2號6號嘅價值明顯嚟嘅。第2位超加加追上去，中間就攔得準，贏馬嗰筆係贏得自然啊！跑第2名超加加。咁但係咧呢場嘅預計派賽啦，跑第1名咧就係7號嘅贏得自然，個贏157咁嘅位置33號，跑第2名係8號超加加啦，位置32蚊，跑第3名2號來勇士位置16個半，跑第4名係6號嘅攔得準。贏位788派594個，位置挑788派177個半咧，287派108個，288派89蚊。時間都可以啦，1分08秒91。二重彩7號8號順序派1111蚊，單 T 就1212蚊咧，2號7號8號。三重彩啦，7號8號2號順序派8016蚊。地強啲啊，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。先一隻寶利泥地，自強不息又係4度。嚟到季中階段呢10磅咯，真係好用。小三交都比較難追嘅，佢就貼欄咯，係喎，而家近欄要3隻交手。跟住啊，濕滑泥擺前。就麻麻地跑到第4，正常嚟一放到底。因為個場嘅多唔多放頭馬喎，可能自己因為跟前手好圍。啱啱贏得自然對，亦都會有得個科學嘅數據，就總之可以放贏得自然，尤其是全部都係令到會有之前嗰種跌嘅。就真係有雙重加磅，換咗啦又係，仲要師傅贏單隻。其實佢都有權借望自我咯，爭3磅咧。借過都冇得係啊，所以可能個分都冇得着數咯。會唔會你搞到佢死翻你可能好嚟，有時可能減咗磅一樣又得喎。恭喜晒黃寶妮啦，幫師傅贏單場後馬，亦都幾好分頭啊！7個半，都嚟得快嘅。寶妮喺泥地嘅賽績好過好多大師傅添。泥地啊，始終有少少着數買磅位。4連環預計大彩2號7號8號4連環係12070蚊。4重彩預計大彩啦，7號8號2號6號順序係30萬5018蚊。難搞啊！我第4嗰隻。
輕講啦，真係。